华山基金会北区里爱心天赛站已经届满4档，为了感谢各界，互因顺利陪伴120位弱势长辈行过无瓦开日子。26号伫真正音乐艺术中心的小厅，特别以大手牵小手，幸福陪伴为主题举办感恩音乐会。会中除了高水的小朋友用广告顶道具，甲长辈做伙互动。用轻松趣味的舞蹈来带动活动筋骨以外，另外伫钢琴家杨新珍的演奏声中，以及何彩晨、何彩妮甲何彩恩3姊妹的合奏，小小年纪就晓用音乐来温暖每一位时代的心，相当温馨感动。学音乐很幸福，然后小朋友学音乐的时候又更开心。那把音乐呢带到生活化的时候，生活也会跟着艺术化。那藉由孩子呢跟长辈其实很接近哦，他们虽然年纪差一截，可是心智我觉得是最相通的。那所以藉由孩子去做表演，然后跟长辈做互动再回来，应该会在长辈心中留下一个共鸣，一个感动，对，然后不一定要学习乐器，不一定要真的懂音乐，但是他就可以触动那一刹那很开心、很欢乐。为提供高端、失智甲失灵等弱势长辈有上基本的帮助，甚至是提升身体机能的营养补充。华山基金会持续找人力、物力等爱心资源来到三江，用参像亲人同款的信任来服务。在这边最令我感动的是长辈给我的信任，是一种类似家人的感觉。但是服务上需要很多人的支持，在这边也希望各政府单位、各资源单位可以好好一起来为长辈的福祉共同努力、共同加油。面对超高龄社会，政府除了推出相关老人福利政策来帮助弱势，不过毕竟资源有限，需要民间力量共同的投入，扩大服务的网络，才发到周全。台南市政府透过也是跟民间力量，譬如说我们华山基金会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合作，那希望的能够把我们的安全网呢，能够全面的覆盖在我们的老人身上，长者身上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台南市的长者呢都能够享有非常安静、平和、安全的生活。疫情解封以后，互这群长辈度过难得老得的幸福，嘛希望这个活动号召更较侪民众加入爱老人的行列。爱心专线0625266495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